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20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让民众深入了解台南市政府近一冬来施政成果，上午代理市长李梦燕以着全力冲刺幸福台南做主题，以向市民报告，同时展望未来，嘛提出会当具体改善空气污染的办法。虽万年初市府内举办成果记者会，向市民报告这一冬来施政，会当看到当地拢用在地水果来布置，强调就是防守能力。今年市府以全力冲刺幸福台南作为主题来迎接2018。会中代理市长李梦燕也亲自做简报，对台积电3奈米厂确定进驻南科的重大成果开始，强调市府积极行动力。在台南，我们有个美丽的家。除了善用上天赋予我们的自然能境，再加上多年来累积建设的人文景具，我们的家真的很美。市长除了回顾过去，嘛展望2018，会中特别针对空气污染定下 PM2.5 红色警戒，将改善3成，平均浓度改善17.5%的目标。跟现在跟民国96年比起来，已经降低了大概有36%、37%、36.9%哈。所以其实是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台湾的空气是越来越好。那可是呢，最近都被媒体、被有心利用的人士渲染说是这2-3年，好，特别是民进党政府上台以后，空气才变差，空气才变差。好，讲是这几年空气才突然间变坏。以前中南部空气都较好，好，那我想这个其实是误会，全国的趋势也是这样，好，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努力，好，那我们有拟定了25项的行动策略，好，会持续来进行。代理市长李梦燕伫现任行政院长赖清德手中接下重担以后，包括铁路地化、市立美术馆、治水等重大工程建设，拢如期展开，全力以赴，嘛希望市民拢感受得到。电新闻顾问及张伟忠采访报道。最近教育局私底下找公立幼儿园试办英语用日式教学，老师伫校长的压力之下，无奈接受计划。对此，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以及台南市教师会认为，教育局应该重视幼教专业课程的发展，也尊重老师的幼教专业，所以表达强烈的反对。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生活协同教师会议员陈义典甲李忠诚召开记者会指出，最近教育局私底下找公立幼儿园试办英语用日式教学，因认为囡仔敢若要用母语来表达意见，就已经真无简单，更加毋免讲是学英语。强调伫咧试办进前，一定要甲各单位做全面性的沟通，等待取得共识，才来进行试办的计划。光用我本身的语言去学习探索这个世界，已经觉得是有一点困难，更何况我现在把英语融入进来，我不了解你融入进来目的是要学英文吗？还是要透过英文去认识这个世界，还是什么？因为我们实在找不出任何的一个理由哦。好，所以我们反对这样的一个试办计划。为什么试办我们就要反对？因为有试办，后面它一定会造出一些后续的一些试办的多成功怎么样，然后就会全面来办，那又是另外一个灾难。在幼儿园的阶段适不适合，到底有没有经过妥善的一个讨论，然后来推出这个试办的计划哈？那我想这个教育局应该要有一个说明哈，你怎么去形成这个计划的一个过程？那你有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那其实幼儿园的阶段，我们最重要其实就是要让他去学习这个群体的生活，然后对他其实是启发他的创造力啊，然后培养他一些丰富他生活的一些经验，我想是一个最根本的东西。英文的推广大家都很有兴趣，那也大家也很支持。但是就像怡珍议员说的，从幼儿园开始，你就要训练他在英语的这个领域。相信很多大人都做不到，更何况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那我们常说，现在的小朋友拢袂晓讲台语，我们最基本的母语大家都学得2266了，更何况是英文。那我们母语的部分，我相信说这是我们必须推广的。我们刚刚理事长也说到，我们最基本的都学不好了。那在第二官方语言的部分，我相信说我们都还要很认真的去思考了哈。教育局指出，在国教署定定的规范之下，幼儿园若是要鼓励幼儿探索多元文化，佮提供幼儿接触外语的机会，会当用适合幼儿发展学习的方式，将英语融入教保活动课程当中，来营造多元的语言环境。最大的目标就是说，就算你学前要有英语教学的话，也是以促进文化学习与国际了解，而不是培养流利的外语能力。这是他第二个大原则。第三个大原则就是一定要守住，就是幼儿园教保服务实施准则第13条，要用统整方式来实施，不可以有全日、半日或是分科的外语教学。这个其实也都纳到我们的幼教评鉴里面来。我们出去不管对公立私立的评鉴，都是采一样的这个原则。但是教育产业工会反对英语融入式教学试办计划，希望教育局重视幼教专业课程发展，尊重幼儿园老师的幼教专业，也让囡仔会当快乐学习。电视文章山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警察局第6分局为着要提供民众更较好的服务，规划要将昆新、喜秋两个派出所的警力做统合运用，以方便调度。不过，这种做法却遭受地方反对。上午多位议员无分党派，拢站出来声援，坚决反对将昆新派出所裁撤掉。议员蔡淑慧上午带领着多位南区昆新里民召开记者会，为留住昆新派出所清名，包括安平区、南区现任议员以及议员参选人，也拢到场声援。因不满警察局以昆新保安率无悬，以及环境较好排班等等的因素，来将派出所拆掉。强调派出所伫地方发挥安定的力量，有真重大意义，所以坚决反对。县市合并，袂使甲咱的偏乡来牺牲掉，袂当甲咱偏乡的建设牺牲掉，袂使甲咱偏乡的治安牺牲掉。县市合并一个伫咱市的城市，应该互咱百姓更较好的福利，互咱治安更较好的环境，袂当因为因警力不足，就来动着咱这个偏乡，咱军心。这个细装这个想法，这个头壳吼。今仔日阮这同事，佮包括阮的参选人，大家拢共同一致声音啦。阮希望市府咱警察局要做这个决议的时，这个决策应该爱多方面的思考，唔通为着一个这个昆新派出所甲废掉了，来衍生另外咱昆新部落更较侪问题。请问未来这个问题，虾米人要去做承担？我想。咱警察局绝对担当袂起的，所以我伫即个所在吼，我也希望讲吼，警察局听到阮的声，若听到咱地方的声，甲昆新继续留伫咱的地方。这是不合理的合并啦，不合理的合并啦，袂使因为咱昆新为偏处比较偏远的地方，而且因为咱是人口数比较少的，甲咱猜测啦为派出所有一个功能。派出所是一个吼有公信力，而且有一个互咱安全感的所在。今仔日咱派出所底下，你不实在的已经存在底下，我们也已经习惯有一个派出所底下了。因为我们在习惯的情况之下，慢慢认为派出所底下对阮产生阮有一个安全。警察局第6分局指出，目前昆新所平均每天巡逻2班次，喜秋所2.5班次，未来2所统合以后，就会当提高到6班次，不但增加巡逻的机会，而且也较方便环境调度，提升服务效率。电视记者山林根采访报道。健康路3段原本车流量就大，加上上下班的时间，交通号志并无一致性，互民众定一起步开到后一个路口，就马上变红灯，引起破弯。议员李文静就邀集交通局到场会勘，要求尽速改善。有民众向议员李文静反映，健康路3段伫上下班时间，交通号志无一致性，常常等到车顶一行，到一个路口，就马上拄到红灯，
也行停停，影响行车的通顺，而且有可能互民众弄红灯的机会变大，增加交通事故的机会。因此，议员要求交通局人员到场会勘，要求赶紧解决。最主要就是讲，因为这个健康路吼，即马车流量足大啦，而且有足侪路口的这个号志，这个号志吼，有当时若到上下班的时间吼，有当时伊拢会没有连贯啦，所以民众吼，伊若要上班的时阵，要载囡仔读册的时阵吼，伊就是拢会撞到这个青红灯哦，断断续续没有一贯啦。没有一致啦，所以咱有根本的解决的办法，就是讲咱这个整个的系统咱应该爱来做一个根本的一个改善。交通局指出，上下班时间车流量大，为了延长号志的秒数，在转换了后，大约3到5分钟才会正常。有民众反映，拢会尽速调整。所以全台4号志基本上都有做连锁设定啊，大概会有比较有两种状况会让民众反映。它可能不连锁。第一个是我们路口的现场设备故障秒数跑掉设定跟我们原本的设定不同的时候，就会异常的情形发生。那这个时候如果有民众通报的话，我们就会立即来处理。这是第一种状况。另外第二个状况就是大概是每天的间离峰在转换的时候，因为我们号志的周期设定会不太一样。像早上6点到7点算跨入上午上班尖峰时段，我们秒数周期有稍微拉长一点，所以在短周期进入长周期的阶段，它秒数会做调整的动作。所以民众如果在6点到7点这段时间就是在道路上可能会比较遇到不连锁的问题，可是这个不连锁问题大概在3到5分钟之内就会排除掉。议员表示，安平国际中华区今年来人口增加，对外道路更是相当重要。而经过反映，交通局也一定马上调整，让道路更加流通。咱新闻加深林根参不得。咱先休困者，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洪玉卿自从退下立委加国民党中常委的职务以后，就全力投入公益活动。其中透过欢喜希望社会福利基金会，每一档拢会关注弱势民众物资。今年更加扩大，邀请侪侪善心团体加入，估计有2000户受到帮助。首先是我们的移民委员带领的小鲜肉，他们身上穿的是幸福卡的保暖衣，他们的外套是幸福外套。为了互民众知影所有善心企业所捐赠予弱势家庭的物资，上澳妇联会台南市分会热心姊妹甲4位男性职工予以作秀展示。同时，主办单位欢喜希望社会福利基金会也甲所有赞助的团体手提向前希望剑，正式启动爱心的行动，场面温馨热烈。这种5族24末法时代啊，提振人心向善的力量很重要，这个是社会和谐的根源啊。所以呢，我们尽量做一些公益活动，虽然这个不是政治活动，但是这个对提振人心向上的力量会有很大的帮助。应该更多的人来一起号召啊，让更多的人来做善事、做好事啊，这社会一定会更和谐。伫启动仪式过后，台南市37区的妇联会代表卖将所有爱心物品亲自送予弱势家庭，互因同款会当好过冬。台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
自由工商烘焙科今年参加全国餐饮类的竞赛，创下学校有史以来上届好的成绩。就读3年级的学生洪运浩，伫个烘焙项目摕下4科全国第1，总分全国第2的好成绩，而且佮得到金手奖的功用。经过特殊调配过的内鸭，熟练的抹伫咧鸡卵糕顶头。只有工商烘焙科3年的学生洪运浩，专心要将作品做甲上好。伊即马所做的这个生乳卷，也是伊今年度参加全国餐饮类烘焙竞赛，得到4科全国第1名的作品。指导老师也对着洪同学这一冬来积极打拼努力，大大的肯定。那在这个1年当中，他除了学最基本的蛋糕体之外，他还是学习了有可能是鲜奶油的抹面、挤花，然后尤其是在那个杏仁糕的捏塑，他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杏仁糕的捏塑，那还有那个就是在巧克力的淋面，巧克力的那个一些成品的制作，他在这不断的这个 try 的过程里面其实是失败了上百次以上。他从这上百次的经验里面，我们一直不断的去修正我们的配方，修正我们的做法。其实他练起来整年的过程里面他下的那个苦心是非常的大。他这次从那个烘焙竞赛是80几个选手报名，他是全国第2名。那他的4科呢是全国第1名。他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个报纸的时候，评审老师试吃的就是他的那条蛋糕，因为我们的蛋糕，我们敢说我们真的是最好吃的。除了伫咧一般上课时间学习，洪运浩同学佮利用这下课以后的时间，甚至是假日，主动练习烘焙技巧。困难吗？就是有时候没办法做的跟预期想的一样，然后就会有挫折。但是自从参加比赛之后，我就每天一直练习，很努力的练习，然后就晚上也会留在学校练习。这届总成绩得到全国第2，也创下持有工商餐饮系历来上届好的成绩。洪运浩同学也变做济同学上届好的模范。台湾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各大餐厅饭店应用29枚团圆饭，拢会推出外早年菜。桂庭酒店今年率先公布外早年菜6道料理，要用上届高级的食材、澎湃料理来抢占市场。已经卖入第11档的外早年菜，今年该饭店有望维持传统的中式，有6道料理、1道点心。其中袂当欠缺的，就是中埔西所强烈推荐的经典鱼翅羹。过年嘛，好意头的话，我们推出那个蟹王鱼翅。蟹王鱼翅其实这个鱼翅是很细腻的，做得很好吃的话就不简单了，是这样子。刚好那个蟹王刚刚熟，也不用太熟。迎接新的一档竞争激烈的外早年菜，嘛，互各大饭店纷纷抢占市场，要互民众伫厝内地当有5星级的享受。不过因为食材成本起价，饭店今年的外早套餐嘛起要900块。对此业者强调，分量加大，用料实在佮澎湃，在1档内已经有了好的口碑，预定的买气同款真旺。今年我们这个年菜是比去年往年是贵了一点点了，但是我们在菜色方面也更丰富。举个例子这个排翅，我们的大展红土翅这个鱼翅斤两一定比去年都重一点。然后我们的佛跳墙，你看丰丰满满的看起来吃了以后就真的非常非常的营养所以我们的量也把它往上加了，所以成本稍高一点。那像这个鱼以后来讲，也似乎比往年也大尾了一点了。那这个鱼是年年有余所以一般我们中国人一定会吃鱼，年年有余再来其他的菜色来讲就是我们的团圆味嘛，就是有一个港式的团圆菜。这个中式的菜蛮有港式味道，我相信每年客人都很喜欢的。业者表示，除了贵做的年菜外早，当然卖当单点，而且每年马术科推出火锅、海产等多元的料理，让民众无同款的选择。但新闻顾问及张伟忠采访报道。为了让民众体验青蛙水墨画的趣味，为即马开始到明年1月4号，伫个东区购物中心的大厅，将有一场公益画展。
展出的所得也将捐予世贸基金会台南英里之家，欢迎民众去欣赏，兼做爱心。苏画家周家旭伊的画作当中，用入了侪青蛙的形象，是安怎会遮尔喜爱青蛙，甚至将青蛙甲笔的概念结合做伙，其实是源自周家旭伊日常生活当中所看到的一支电灰条啊。那有一次我停红绿灯的时候，那根电线杆刚好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我都跟着念着，突然变成南无阿弥陀佛，我想哇。阿弥陀佛，多好有趣的一个画面！我回去就赶快把它画下来了。好，那之后就开始画一系列的青蛙。那后来又在想，我画那么多青蛙，它还是青蛙，1000只青蛙，10000只青蛙，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后来我想通了就是如果我把它想象我自己是一只青蛙。那我喜欢运动，我喜欢音乐，我的青蛙也可以哦，所以我就画了一些打球的青蛙，溜滑板的青蛙，或者是弹钢琴的青蛙、吹喇叭的青蛙、弹吉他的青蛙等等。那当然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的一些我的异想世界里面的青蛙。一场我去 Forever 公益画展，伫咧知名百货公司1楼大厅。即日起到明年1月4号展出，同时一场公益画展也会将展出的所得捐予世贸基金会台南英里之家，邀请大家做伙来看展览、做爱心。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份的天气，温度12度到22度，雷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高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12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